主要就是在空中劈三角，经过特殊的训练，不怕被击，也不怕死人，所以说没有关系。然后劈的人脚已经曾经骨折过，经过不断的磨练，所以说已经可以立下这个什么人心中了。踢的人要求各队踢一次，好不好？踢到3块破为止。好，注意了，谢谢各位对我的支持。比赛，比赛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表演的节目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继续。希望各位武林高手待会在节目进行时能够上台秀一下，而且台下观众也可以随着音乐尽情的摇摆哦。那现在来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疯狂力人阿美。是非常高兴今天来到我们石佛中学，哇，我们热闹的圣诞夜，想不想？